老师特别甲大家要来分享，就是讲哦，咱相信你即摆现代的社会内底，真侪人无论你做工课无闲，还是为做你无闲，还是为了家庭等等，总是有真侪咱讲的心理病伫咱的当中的生活当中来发生总是牧师望叫做今仔日一句话敢若一句话会当互咱大家来思想。讲哦，咱主互咱遮尔好咱若是有拄着这，也是你的亲戚朋友也是讲，也是你本身我相信咱拢加加减减会拄着咱心肝内底的困扰，也是情绪的问题这拢是真正常的一项代志保罗你讲什么人无有软弱，我无软弱咧？若安尼来想，咱嘛是共款什么人有烦恼，咱无烦恼咧？所以每一家伙总是加加减减会拄着心内困扰甲情绪边的即个代志到底是要安怎咧咱会当了解咧尤其是即个咱像我是大埔的自细汉就教示讲你有代志就放喺心肝内底不准你就要违喺你心肝内底较找无朋友，也是毋知要甲谁讲，有当时真困扰逐个就点点伫想无头步毋知要安怎。有当时想讲，什么人会当了解我咧？倒位是我的出路咧？所以牧师今仔日特别甲咱借一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其实足好用的咱也会记的咱若甲背起来嘛袂要紧记起来。我相信当咱心内有困扰的时阵，还是心情有郁卒的时阵，还是袂当透白的时阵，人主的即句话互咱想起，对咱心肝底来甲想起来。我相信咧，会当帮助咱家己也好，还是有一日你会当分享别人也好，咱会当每一日拢会当平安甲喜乐对即个超凡的代志也好，还是即个面对即个咱所讲的即马真侪个人的忧郁啦还是焦虑，还是即个即个较早细汉时阵有真侪咱会惊吓的代志咱就借着即项主的一句话咱会当找出咱要安怎来胜过咱这心内困扰还是情绪的即个问题。无一定你会当讲是我着拄着即个代志的时阵，主耶稣敢真正知影？当然你的心肝内底种主逐项拢知。毋过咱今仔日即条经文你若注意你想，你注意甲看，你顶悬面，因为咱是读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你若对头前搁甲看一下头前讲安怎？头前讲耶稣，你逐个城市做足侪新掠的代志，遐城的人拢无要悔改，无要回头，拢毋听。毋知迄当阵，若是你是耶稣，你会感觉讲，我就是为这来的，我足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头白这样代志嘛足水的。毋过，我伫即个城市内底，像哥拉逊、加百农即个所在因哪会拢无爱听咧？毋知你会感觉心肝内底，当然为因艰苦，嘛家己感觉讲，哪会安尼咧？会郁卒咧？咱相信咱每一个人咧做生活当中的代志难免讲咱嘛真认真，咱嘛真拍拼特别有当时为主咧侍奉，哪会拢袂好势？安尼想无咧？明明遮尔好，咱共传福音嘛好，还是共斗相共也好，为什么遮个人总是安尼袂理解咧？这是咱服侍主的时阵难免会拄着有可能拄着兄弟姊妹嘛袂理解，还是讲你伫工课当中嘛有可能还是讲你伫家庭的当中有当时你的囡仔嘛袂当了解你，还是讲你的牵手嘛袂当了解，甚至有当时咱的士大人袂了解咱遮尔做感觉心内总是感觉真郁卒毋知要怎透白。特别是即摆现代社会压力足大，
我相信当初耶稣伊去服侍的时阵，拄到即个情形，心肝内底，我相信也是袂介爽快才对。哦，所以讲，牧师你才要分享就讲，咱毋是讲主耶稣逐项哦拢，伊是神啊，所以伊拄着。其实你甲想想啊，伊诚做肉体，甲咱共款，你世上生活时，其实伊嘛做着真侪代志。所以呢，伊嘛有真侪共款会当来体会咱的心情。所以伊拄着即样代志的时阵，你若注意看吼，伊就煞了讲哦，迄当阵啊，耶稣就讲啊，天父啊，天地主啊，我感谢你。哦，因为你甲遮个代志哦，对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著甲看起来。啊，对迄生囡仔，啊，你著甲显明。你讲啊，天父啊，哦，你的好意就是安尼。咱迄想奇怪，耶稣应该看到遮济人，伊毋是来遮要传福音，哦，搁较济人会当悔改了领受主，这才是欢喜的代志啊！即摆足济人未悔改，是毋是心肝会足郁准、足艰苦咧？毋过主互恁看着，佫感觉啊，无啥共咧。伊祈祷讲哦，主啊，我感谢你呢。你的好意就是安尼。虽然我拄着遮济代志，毋过你拢了解，你拢了解我心内目前的状况。你了解我目前的状况，所以这段话了，这段话了，主耶稣才开始讲，讲啥物？讲我若落苦，当的人来，拢会当来我遮，我著互恁会当得到安息，得到安息。主伫遮是咱讲意思，就是讲吼，咱若每一个人，若有落苦也好，也有当也好，还是你也有烦恼，迄人伊拢知，伊拢了解。因为伊嘛有经验过，伊就是安尼经验过，所以伊会当甲咱讲，伊拢理解。所以你若有烦恼，也是有劳苦，也有重担的人，主伊了解你，毋是无人了解，主了解。虽然咱找无人讲，毋过咱会当来甲主的面头前，甲咱的满腹的心事，咱所想的，拢会当讲。安尼想到旧约的时阵，迄个哈拿。撒母耳的老母哈拿嘛是，迄当阵拄着无法度生，虽然因翁对伊足好诶，毋过伊看伊四周，伊感觉讲，我安尼，无人会当了解。伊去甲上帝面头前伫啊，甲伊诶每一项代志拢甲上帝讲，上帝就来祝福。咱来搁来看，搁较进前，以色列人早期，伫即个埃及诶时阵。因遐做路咧，足辛苦诶，当然辛苦，就发出迄个哀叹的声音啊，会发出迄个声音，就是讲真艰苦的声音啊。咱而且咱拄仔看到一句话讲，耶和华讲，我的病是你埃及所受的艰苦，我实在看见啊。因为因受逼迫，受迄个监工，来甲控制，来甲逼迫，迄所发出来哀求的声音。伊已经听去了，我原来拢知影因的痛苦。所以无论是咱所仰望的主，还是天父，伊拢知影咱的痛苦。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即句话足重要？要甲兄弟姊妹讲，你即马现代社会真侪人爱靠食药啊。当然，牧师毋是讲你袂当去食药啊，总是食药对咱身体加减嘛有败害呢。总是若即个当中无毋对，咱是。照着药加减食，毋过咱要完全的来互上帝来甲咱医治，咱的心会开阔，咱会更较健康。这是咱来去思想的。特别是即卖现代社会，真侪压力，真侪即个所谓互大家你各个方面因为大家拢走跑足紧的，所以真侪即个困扰，也是真侪对未来的代志烦恼毋知要安怎做有当时对已经发生，你嘛毋知要安怎，你遐哭哭怂，结果你的烦恼。但是你遮，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的主拢会当体会，会当了解。因为咱的主耶稣诚做肉身伫世上，伊所行过的路，就甲咱共款。伊诚做一个人，完全的人，所以咱所经过的即个痛苦啦、烦恼啦，也是。即个真侪拄着袂爽快的代志，咱的主耶稣伊其实拢捌拄过。
你甲想过看觅，伊出世开始无偌久，细囡仔虽然伊无一定拢捌，毋过你迄个当中有人要甲对杀，伊个士大人就找伊走跑走。当然伊袂讲，毋过你甲想，敢讲伊迄当阵较细汉，伊袂去感觉吗？搁来，伊陆续大汉，你来想看觅。虽然无记载，毋过大家拢知影呢。迄当阵啥人会当了解伊是圣神来出世的咧？对哦，伊真正的老爸是天父，但是啥会当接受？所以迄个细汉的大汉，你想看觅，无一定嘛受到真侪人的即个冤枉、委屈，也是甲侮辱，也是咱即马讲的bullying即种霸凌，拢有可能。虽然伊无写，所以牧师要讲就是讲，其实咱的主耶稣成做人来成长的一路部分，咱所拄着的会重担也好，烦恼也好，劳苦也好，其实主伊拢有行过即段路。所以牧师要讲的是讲，伊即句甲咱讲，若是劳苦重担的人，拢会当来伊遮，伊了解你，伊知影你所有的一切。伊做这，所以咱无论是对旧约，还是对新约主耶稣所经验的，搁而且你搁甲看一项代志，有一日主耶稣看真侪人，敢若无牧人共款，看逐个安尼流离失所，就甲招我来，招我来甲分享道理，来甲教示，教示了真换咯，伊嘛顾念着遮个来听的人，讲哎呀，遮暗嘛，可能若要赶倒转去，嘛是会巴肚枵，不如咱来准备互伊食。即时阵耶稣就看真侪人伫遮时，就甲伊学生腓力讲咱来买一寡饼，互遮个人来食饱。哇！你若是即个学生腓力，你安怎想讲？主啊，我虽然身躯有淡薄仔钱，20两银，虽然嘛是袂少钱，毋过遮个钱若掠入去买互人食是煞嘛无够。哇！主，你是毋是甲我即个困难呢？你哪会互我即个困难？咱来了解，主敢要互伊困难呢？圣经内底有特别写，有特别挂号甲讲，伊讲即个主耶稣讲即段话是要来考验伊的学生啦。伊知影要安怎做，因为要安怎做讲呢？伊要互伊的学生嘛了解讲，有真侪代志咱拄着，拢毋是歹，拢好，毋过咱就无迄个能力，咱毋知要安怎做。主而且讲，伊知影要安怎做，所以即个重点就是要甲兄弟姊妹逐个讲安怎讲咱所有的代志你所经验的拄着大细项代志，咱的主其实拢知影，拢知影所以你逐项代志拢会当来讲，拢会当甲讲，所以真侪时阵，咱无想要去上帝面头前，咱无想要来主耶稣面头前，咱拢要用家己的方式来解决。可惜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咱是天父囝，有当时咱哪会拢家己靠即个用家己的方式，会当了解咱无要去甲讲咧，咱家己拢吞去腹肚内，所以这是真可惜的一项代志。所以其实这一段圣经就是这一章尔，敢若这一章，主耶稣要甲你讲咱若每一个人有烦恼，无论你若白听，无论你若是有啥物超烦，还是劳苦重担，主甲你讲伊拢知影，伊知影，了后要安怎？兄弟姊妹讲你知知，敢会当安怎？你知你敢会当安怎？牧师伫遮分享我家己一个本身的经验，就是我的大汉囝，迄当还未出世，离即个牧师娘的腹肚内时阵，迄时阵差不多4个半月时阵，拄着毛肠炎，医生甲讲爱开刀，爱甲囡仔摕掉，伊嘛真烦恼，毋知要安怎，爱甲上帝祈祷。迄当我伫外口做事，我嘛毋知要安怎呢，我嘛真烦恼。讲主这个囡仔就对你来，这阵拄着这样代志，医生拢建议讲伊即马毛肠炎，即马要开刀，若注射落对这个囡仔将来若生出来，有可能无手无脚，也是去当阵
当你发脑的这个脑筋的时候，可能伤了脑，恁哪有这个心理准备？恁若是要生，恁哪有心理准备？哇，听到这当然是真惊吓，真艰苦，嘛真焦虑，讲即摆这要安怎？你当阵感谢主，我有祈祷，主甲我讲我是你的上帝啊。我迄当阵嘛问讲，主啊，我知影你是我上帝，毋过这要安怎？伊甲讲你要安静。我讲主，我嘛想要安静，毋过我著安静袂落来咧。主，你真正知吗？当然，咱的心肝内拄着一寡代志，咱拢是讲，是啊，我平常时嘛知，毋过即个代志我著是紧急，我著是感觉讲这要安怎？这要安怎？感谢主，经过即个经验了后，我知影，咱每一样代志，咱的主其实拢了解。实在讲，伊要做啥物，咱无一定拢完全知。毋过，伊有互咱的方式，咱有要照伊的方式来做啊，无这是咱爱思想的。敢若讲你有问题，医生开药你食你著无爱食，迄嘛无法度，迄嘛无法度。咱著爱会当了解第一项，伊有法度了解咱。第二项，咱爱想，伊要叫安怎做咧？伊要叫安怎做？虽然伊了解我，我又要安怎做？你有咧听无？这咱爱来思想。所以第一项，咱先了解讲，咱若有重担，咱若有焦虑，是咱的劳苦，咱愿意来到上帝面头前来交托啊，这是咱爱去思想。你一定会问我讲，牧师啊，我著来到面头前，我到底要安怎做？你甲注意看，咱第二项，你看，咱的主耶稣安怎讲？伊讲咱若是有重担，劳苦的这个劳苦重担，你拢会带来我面头前。相信兄弟姊妹拢讲，主啊，来到恁面头前要创啊！你牧师甲你讲，你爱去照做，你真正来到伊面头前。第一项来到面头前伊上重要代志讲你毋好你烦恼内底一直咕咕洗啦。我毋知影大家有即个经验嘛无？有时阵你找一样物件，心光火热，一直找，拢找无啦。你嘛毋知要安怎足急诶！尾仔坐来吐一下大气讲，你明明就一只就找无。等你安静落来时阵，即个物件离我头前，我拄则安怎找就找，奇怪，对毋对？咱真侪时阵，你烦恼、你担心的所在，你劳苦的所在，有真侪物件咱看袂清楚，所以呢，主耶稣讲恁若是有重担、有劳苦，你来到我面头前。第一项的意思讲你毋好你烦恼内底一直戆戆洗啦，你戆戆洗都无效嘛？为虾米？你甲咱讲恁倒一个会当互烦恼，你的岁数加加一丝无法度嘛？你无法度，你还戆戆洗？我甲你讲，有当时是咱家己，有当时你莫袂记迄撒旦就故意偷工互你踮咧一直无用，一直烦恼互你安尼烦恼甲上帝拢袂记，所以袂记讲你有上帝，袂记讲你有耶稣主耶稣，咱就是无用甲咱会当领受帮助的所在，咱拢袂记，敢若往家己一直想破头壳。主耶稣讲免想，毋好你哭哭洗，你安尼烦恼无效，你来我面头前。所以呢，咱咧想主为虾米讲恁若是有重担、有劳苦，你来到我面头前，第一项就是意思讲，你毋好伫遐洗戆戆洗啦，你戆戆洗无效啦。咱脱离迄个咱咧烦恼的环境，来脱离烦恼的环境，来到上帝面头前。你问讲我去面头前要创好，咱第二项来，伊要甲你讲你毋好袂记我是听你的呢，我是听你的呢。我看你即摆你烦恼，我哪可能互你烦恼？我爱你来我面头前，你会记得讲我是听你的你毋好孤单你毋好压榨，因为我甲你做伙，我是听你的。所以呢，主耶稣要互咱每一个人拢来到伊的面头前，来到面头前。所以呢，圣经里甲咱讲，无论是生，还是死，还是天灾，还是任何物件，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甲天父爱来拒绝，来分开。
咱若想到这，咱就较会安心讲，无毋对。咱的天父听咱，即马有即个烦恼，也是事实。已经发生，毋知要安怎。未来可能也毋知要安怎出现，咱毋知。毋过咱知影，咱的主听咱，甲咱做伙。甲咱做伙做伙，甲咱做伙什么意思？伊的意思就是讲，哎哟，你敢会想安尼？我若要帮助你，我是啥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呢？伊若要帮助你，什么人会当动你的条咧？什么人会甲咱做动咧？所以我相信，即时阵咱会较安心，咱会较安静。第一样，咱离开来到上帝面头前；第二样，来领受伊的疼，咱无孤单。毋是讲咱家己一个。有主耶稣，你甲咱做伙，有天父甲咱做伙。毋是咱一个孤单。咱阁想讲，即个是我的天父呢。这是我所相信的，为我当初是罪人的时阵，伊就听我，伊就帮助我，伊就要互我幸福，要互我有福的人。我即马有困难，伊若帮助我，即个大有亏难。这个是神，是上帝，是天父。伊若帮助我，什么人会当甲我抵挡？安尼我相信，咱若有即个思想，咱若有即个心来到主的面头前，我相信咱会当安静。咱会当安静落来。第一点，咱袂感觉孤单；第二点，咱暂时会当放下迄个代志，甲咱一直苦调的。咱安尼毋知要安怎，至少咱会当得到安。毋过你爱想，上帝敢若甲咱讲，我了解你，离开这，我听你安尼尔吗？咱刷落去，而且阁有一个代志，来到上帝面头前的时阵，你有想看觅无？想啥物？这个是天父呢，这个是创造万物的呢。我这项代志，伊敢无法度甲我解决？我相信伊有法度。虽然我毋知，我毋知影。毋过我相信我有期待。我期待你这项代志吼，伊若帮助我，我一定会当看到，不但是一条出路，一定有真神奇的代志为我来显明，为我来显明。所以牧师拄则你讲，尾阮也是决定来开刀，求主来赐福。毋知即个囡仔会安怎？总是即个囡仔嘛是一日一日安尼咧过。这当中就是逐工若想到，若是烦恼，也是挂虑，就是来祈祷。祈祷了后，当然心会较安。毋过你要想，这囡仔要出世，当初是17礼拜，总是要30几个礼拜才算出世，所以你搁要等待足一个礼拜，囡仔出世出来，你才会了解讲，这个囡仔到底什么款。所以迄个当中，拢是期待讲主啊，我相信这个囡仔若对你来，我是有烦恼，我有当时嘛毋知要安怎，总是这时间遮尔久，医生讲你爱等，你就等到出世看安怎才会知。所以其实迄当出世了，医生嘛甲阮讲，即马目前看，生出来，伊个四肢都健全，手骹啦，各方面看起来拢完全。毋过伊头壳个脑部安怎毋知，爱搁等偌久，爱搁等差不多1年。哇！因为迄当脑咧发展的时阵开刀嘛，所以伊即马生出来脑会安怎？你爱看伊的表现，看伊的行动安怎，你才有法度了解讲伊有完全。所以迄个时阵，坦白讲，也有真侪时间会去烦恼，会去讲即个囡仔到底要即个囡仔若安怎？阮迄当阵也无钱，也无背景，也无啥物，即个囡仔是要安怎甲养饲咧？总是感谢主，就安尼一方面祈祷，一方面一工一工。相信你若有时间有机会看到我的大汉囝，伊即嘛嘛是你主的内底，你做传道人，嘛20几岁啊。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头前，你有期待上帝咧为你做一项你毋捌经验的代志。你有即个望无？你有即个期待无？咱今仔讲我靠神，我来祈祷，但是你有即个心讲，我要期待主啊！这样代志实在是讲真超凡啦！我来到你面头前，我多谢你，
多谢你吼，你互我暂时离开，毋过离开即个代志就搁伫个咧，对毋对？毋是都无去安尼，我暂时离开，我暂时囥啊，拢无毋对。我嘛知你听我，但是咱即马做叫咱面头前，当然没有咱思想这样代志。伊今仔日要做为你做一项，你较早毋捌经验的代志，所以你对上帝要做你的身躯要甲你做这样的代志，你有期待无？当然共款，咱今仔教会嘛是共款啊。咱教会可能嘛拄着问题啊，有真侪代志发生啊。你可能嘛是服侍当中，你也嘛是有真软弱的所在，你嘛有真艰苦的所在。你有怎啊想讲我要哪个继续服侍落去？今仔日咱来主的面头前，咱安静，咱讲主啊，我毋知影明仔载了，毋过我知影你甲我同在，我嘛知影讲你要带领我每一个过程，你嘛听我，即马即落代志，主你互我会当看见，你为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啊，我要来经验你，所以咱来看即个以赛亚书也有你讲，伊讲看我要互你看一项新事，要互你发现，要互你知影，我一定你旷野内底来开道路，你沙漠当中来开工课，哎哟，这真正是新领咧，是啊，日子咧，咱我告上帝，咱毋是要来经验伊伫咱身躯做一寡超出咱所未思未想的代志，甚至会当讲伊要甲咱做的，会超过咱所思所想的啊！咱圣经嘛咧讲，主定定要甲咱做这代志，是咱目睭毋捌看见，咱耳孔嘛毋捌听过，咱心内咧慢慢想过较济代志。所以感谢主，咱是安怎主耶稣要甲咱讲你若劳苦，你若重担拢会当来我面头前。面头前的意思就是当咱对着你想，第一项，互咱暂时来离开迄个烦恼，因为咱烦恼咱无法度解决代志，咱不如暂时放下。总是嘛是爱解决，毋过咱暂时毋好用烦恼甲咱绑掉。咱来到主的面头前，来领受上帝的疼，知影伊疼咱，知影伊甲咱的同在，咱刷了咱有一个啦，咱有一个啦，讲主啊，刷了这项代志要安怎做咧？所以咱来到主的面头前，为什么主会讲你若拢会当来我面头前？伊就是要互咱甲伊有一个沟通，要互咱看见伊要为咱所做的代志。你搁看第四，我相信对只牧师你讲，迄定定迄一寡声音啊，烦恼的声音伫咱心肝内底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互咱对上帝的话有当时会袂记，有当时袂记。你咱生活当中，有当时就搁袂记，这就是咱定定的经验。所以咱定定爱来甲主的面头前。你若想起旧约，旧约有一个人作敖的，这个叫做以利亚，这个外敖咧，这个当初伫迄个加密的山上打败400几个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神帝，作敖的。毋过迄当中一个朋友做耶洗别，讲好啊，你遐敖，你遐会记的，你遐敖，我甲你讲我若明仔载无甲你杀掉我就安怎。哇！即阵以利亚听着惊着讲哇，所以讲你讲服侍主的人款，有当时拄着代志，我哪会惊呀？毋是讲拢骂咧，毋是讲外用咧，其实咱拢就是软正所以保罗就讲，有啥物人软弱，咱袂软，咱嘛是会。所以咱来想，咱会当安怎来行出来？咱有法度胜过咱所面对的焦虑也好，还是烦恼也好，还是劳苦也好所以咱讲这个以利亚有够敖。赢过当初你拜偶像迄几骨400-500个，迄个神帝呢？结果干那一句话尔，伊就惊一个开始走啊！走去灭起来，上帝最后上帝就来甲找伊来甲找伊讲伊利亚你灭你墓坑内底要创你灭你受啥物？你到底你创啥物？有当时就是安尼，伊出来看。哎呦，主啊！原来你伫你要甲我讲话，咱来听。所以咱爱听上帝的声音，咱爱听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讲，我要甲你帮助，我要互你挖苦，你要无？你要来我面头前无？我相信主是拢要甲咱讲的。所以有当时咱会袂记上帝要甲咱讲话，咱无要去深听所以
无法度听到伊的声音，也是讲吼，有当时啊，互咱真侪即个烦恼闪入咱的心肝内底哦，一直熬，一直熬，一直熬，啊，上帝话就袂记，无听去。所以也是求主帮助咱，为什么咱要常常读上帝的话？毋望咱伫即个烦恼当中，上帝的话会当提起咱，互咱会当成做咱的倚靠，互咱靠着上帝的话，咱会当来赢过咱所面对的困难。我相信这就是主听咱，互咱每一个人为什么伊留伊的话，要来经验伊的代志。所以主耶稣伫遮来甲咱讲，你若落好，你若重担，拢会当来我遮。弟姊妹，你有要去无？求主帮助咱，拄着遮济代志，咱会当想起一句话，敢若一句就好，即句就足好用啊！即句就足好用啊！主啊，我真正有落苦，我有重担世间吼，有真济困难，有真济无平安的代志。你讲你允准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你讲拢会当来，感谢主。咱是特别有即个权利，因为咱是上帝拣选的。所以上帝一直甲咱呼召讲，你来伊的面头前，求主帮助咱。咱若拄到遮济问题困难，咱第一项代志，就来到主的面头前。来到主的面头前，来到主的面头前，主安怎讲？伊讲我会互恁得到安息啦，我就互得到恁安息啦。安尼有够赞的，赞！毋过讲牧师毋对咧，我有当时嘛来呢。我有当时嘛来到主的面头前，我就奇怪，我哪得到袂到安息？我哪得袂到咧？而且我毋知影你有要听过一项代志，这是真事实的代志。较早你庄脚内底有一个人就担一个真重的物件要去市场，伊伫个庄脚要较早的人拢行路嘛拢重担搬山要过岭，要去到一个城市内底来做生意所以伊担一个重担可能是有物件要摕去市内的即个菜市啦，啥物要来卖就对。所以伊咧行的时阵，行到皮皮喘，行到皮皮喘，足重的啦，足艰苦的啦。拄好好当初拄好有一个少年囡仔，嘛是田庄内底，因为较有钱款，就开一台即个货车。看到即个阿伯讲，哇，重甲皮皮喘，原来好心，伊就车停落来，讲阿伯，我看你真辛苦，你等下搁爱搬山过岭你重甲遮重，安尼真艰苦哦。伊讲嘿就无法度，为了生活你就无法度。讲无安尼，我车经过拄好倒离啊，无我甲你载，好唔好？我甲载你离开遐。阿伯听讲歹势啦，歹势啦。伊讲袂要紧啦，我就顺咯。伊个阿伯后日上就讲，安尼好，无多谢你，你坐咧后斗就好啊。我就从这搁这单无啥解清气，你后斗坐就好。我坐咧后斗，少年人讲免啦免啦。后日上就讲袂要紧啦，我难免甲你弄垃圾歹势。较早的人拢真客气。像少年来讲无好啦，你若后日上你若既然安尼讲，无你就你后斗，煞爬去你后斗爬去你后斗了拢怪好，少年人就搁坐咧车门坐入去，就开始搁开。开无偌久，伊就忽然间对咧后照镜内底讲，奇怪，后日上毋是坐咧，安怎是安怎会搁徛条的，大搁排条的？伊阵车停落来，讲后日上你著坐这车，你哪无甲重担放落来？后日上讲，是啦，我嘛是有要放，毋过就惯势啊。弟姊妹，咱有当时来到上帝面头前，咱甲主讲的了，咱重担主就讲要替你担，你结果咧，讲我也是家己来担就好。我相信你捌听过这样代志，牧师也捌拄着一个。拄着一个啥物人？拄着一个实在讲，伊该退休啊。毋过为什么要退休？时间嘛，差不多到年岁啊，差不多。年岁嘛，差不多。毋过伊就感觉厝诶有需要，所以伊就毋敢退休。差不多要退休，毋敢退休。毋过身躯佫无改好，身体佫无改好，身躯无改好，佫毋敢退休，佫烦恼，所以你甲看，佫烦恼，身体佫无改好，毛病愈侪。牧师就甲劝讲，你爱交互主啦，你爱交互上帝啦。
伊讲啊，无事啦，好啦，好啦，好啦，呀，啊，经过一段时间，啊，牧师讲去甲看，牧师讲啊，你有较好无？伊讲吼，我实在嘛有感觉，感觉吼，上帝要爱我退休呢。毋过奇怪，我若退休啊，啊，阮兜要安怎？啊，阮兜要安怎？啊，弟兄妹，你有感觉着？这是毋是真侪时阵咱的心情？咱一方面甲上帝祈祷，咱搁一方面甲即个重担啦、啊烦恼啦、忧愁啦，摕咧手诶，放咧心诶，毋敢放。其实你爱想一样代志。牧师问你，你毋知有人爱拍篮球啊无？牧师真爱看 NBA 比赛。NBA 比赛有 NBA 即个明星啊，你毋知影叫做 Michael Jordan。你知影一粒球若放喺牧师诶顶悬，即粒球吼$20尔啦。毋过你即粒球若放咧 Michael Jordan 迄个 NBA 诶球星顶悬，你知影迄粒球吼比3300万啊！安尼差济，我就看你即粒球你手上顶悬。咱拄则咱有看哦，咱有看到一样代志哦。伫即个拄则咱讲5个饼2条鱼迄个故事，即个5个饼啦2条鱼，你牧师诶顶悬做2个三位一就差不多尔。若放咧主诶耶稣咧，按落700-500。你搁想到一样，摩西顶悬迄个拐啊，迄个拐啊若放喺牧师诶手内底就箍诶尔，就帮助咱会当加减行路尔。你摩西手咧，互迄个红海怎啊分开？弟兄妹，你搁想，咱有遮济烦恼，有遮济超烦，放喺你诶手咧，咱嘛是烦恼甲超烦，对毋对？你若交咧主诶手头咧，你着想着主一支钉啊，若伫咱诶手，咱就去甲钉一项、钉2项。但是即个钉啊，伫主诶手内底变做救活偌济人，真做偌济人诶祝福。所以牧师伫遮就是要大家分享讲，你爱想看觅，上帝互咱即个稳定讲吼，恁若有重担有苦难诶人，会当来我诶面头前。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意思上帝讲，伊要替你出力，伊要帮助你。但是你若无想要交托互你，你是要哪得到伊诶安息呢？所以你若会记诶诗篇37篇诶第5节，你讲，伊讲咱就将咱诶代志交托互上帝，来倚靠伊。咱所思所想诶，交托主，自然伊会为咱来成就，会为咱来成就。所以牧师讲到这时阵，我相信恁应该会想到你腓立比书一段经文最重要。伊讲凡事咱就照着祈祷、祈求，甲感谢，甲你要所知诶来甲咱诶主讲，咱诶主会当互咱有出人意外诶平安。你基督耶稣里内底会保守咱诶心怀甲意念。所以你安尼总是会当了解讲，原来咱若拄着遮尔济困难的时候，咱爱做一项代志，毋是咱免做咱爱做。来到主的面头前，你看拄则是毋是主耶稣拄着遮尔委屈的代志，做足济的心力，人嘛歹听，敢会委屈，敢会艰苦？若是我一定足受气的，我一定是讲我无一定甲迄个约翰共款。主这个人就无要听你天顶放火甲烧死，可能心内一定足毋满的。讲奇怪，我都这迄落是安怎这人咧遮恶质的？无一定，但是咱的主毋是安尼，咱的主互咱看到就是讲来到上帝面头前讲主啊，这若是出于你的，我就顺服，我感谢你，这你的意思，毋过我嘛甲我的心意继续交托互你，我来到世上，嘛是你的意思，通搁较侪人会当悔改，但是总是有人袂要紧，这若出于你的，我嘛顺服，毋过我继续来行途前的道路，我继续来传这个福音，我继续靠着主，甲我买，甲主讲，主我相信你会当按你的应允，互我有平安，互我有喜乐，
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是特别的哦。咱是特别哦，你会记哦，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主讲咱会当来从祈求伊的怜悯，做咱随时的帮助呢。所以咱来到主的面头前，才哩甲咱讲，就是讲咱有任何的劳苦重担，还是烦恼超烦，来到主的面头前，甲你所要，甲主讲，借着祈祷，借着祈求，借着感恩讲主啊。虽然这项代志我毋知影，毋过我要对这项代志来看见，你要互我经验你迄个更较大的代志，互我来了解，你是即个宽容的，你是即个互我会当平安的，你是帮助我会当互我喜乐的，迄个会当倚靠的主。你有讲，就是讲我若即代志交托互你，你要为我来成全，我相信，我相信。所以求主帮助咱，即马真侪人有即个问题，但是上帝互咱的话，咱拢无法度掠着，迄是真可惜的代志。上帝一定甲咱讲，总是你若即马时阵加减加油帮助你也好。毋过你要想看觅，真侪问题对是咱心肝内底开始。咱有平安无？咱有喜乐无？牧师伫遮甲你讲，牧师会当祝福你平安喜乐，我敢若会当祝福你，但是咱的上帝。咱的天父会当帮助你，帮助你平安快乐。所以咱来做巧巧人，咱莫做戆人。伫即个时阵，咱爱当选的，咱就爱选啥物？讲主会当帮助咱平安喜乐。一句话尔，人即句话会当遮做兄弟姊妹的帮助。咱有任何烦恼困难，无毋对，咱就来到主的面头前，安静来领受主的引带。我相信你每一日拢会当过着平安喜乐，总是有起起倒倒，毋过你会当去看见主为你来做啥物过，超过你的所思所想。愿主祝福兄弟姊妹平安快乐喜乐年年喜乐天天牧师今仔分享到这，咱做阵压头来祈祷。真来最后所阮的感谢你你即个世间真侪讲有真侪烦恼甲重担，无论是你厝的，还是你教会的服侍，还是你工课当中，所以你讲世界就是有苦难，毋过伫你内底有平安。就即个平安，就是阮会当来经验。就有真侪时阵，阮失去平安。阮失去真侪祝福，是因为阮袂记来到你的面头前。就是时阵，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若有拄到任何问题，阮会当来到主的面头前安息，会当来领受主你所赐想的平安。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帮助阮的，你是拯救阮的，你是阮的快乐，是阮的避难所，是阮随时的帮助。甲兄弟姊妹每一日所拄着的无论是烦恼还是即个劳苦，即时阵拢要交在你的手头。愿主你按照你的话语来应允阮，来到你面头前的人，主你就守赐互阮平安喜乐。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